啱啊啦，做得好啊！啱啊！係啦，攞籃板。啱啊，點？好快收咗嚟，慢慢打，上球，上球。攞分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冷靜啲，呢個球員。猜啊，猜球啊，猜球。太貴。喂，唔好落去。俾啊！你講啊！8秒最高。好快啊，成得你。坐低啊，先坐低。唔好試啊，腳下腳下。喂，雙拍啊，你兩個爆啊！黑色25號3分。射波我唔係俾你喎。話射波咩？點解叫快攻？射波啊！我覺得快攻有型啲咯，你覺得？冇氣啊！黑色16號2分。但係你冇速度好低啊！你罰球先得㗎啦。唔係，如果個波落上去，手即係零度咧，你就要多再勒咧。咁我信唔信你？係咩？係有一上去㗎，3秒。
幾日㗎？我沖涼係咪先？每日咩話？每日咩話？咩話？我又未講啦嘛。我睇每日咩話真係講幾次？係俾翻你。得㗎，得咁樣得㗎咁樣。係啊。去晒，去晒。低估咗佢。走啊！走開啦！走啊！位啊！走啊！走對面，走對面。走啊！好啊！走啊！就係呢啲啊！再嚟啊！再嚟啊！太下，壓力啦！十個十個。3秒最終。入得4分。黑色天花門。點解一個？JK 換 JK。冇科俾我合作，好清佢打波。加油！係啊，咩位啊？走啊，擺文波飛！往前啊，飛！去邊啊？去啊！再嚟啊！再嚟啊！上轉啦！呢邊手波手波！走啦，擺文！攞
好難啊！係你射波，你射波。果然係小學老師啊，教小學雞。